民生消息拢知影讲，这厝价是一直咧升悬，民众表示讲买厝是愈来愈困难啊。也毋过，即马根据内政部的统计，112年全国30岁到49岁的民众，有32%人是有家己的厝。专家就认为讲，其实这少年人有厝，无代表因是有材料去买，有可能就是分财产继承来的。高房价时代，想要买厝实在不简单，民众也真无奈。应该买不起吧？要有一个富爸爸、富妈妈。当然是偏高，如果靠自己的话是比较难一点。负担重的，我觉得租房子可能会比较舒服。第一，你的薪水现在连吃饭可能都顾不上吧，再加上如果是工薪阶级，养孩子真的很麻烦。不过，根据内政部统计，去年青壮年人口713万多人，其中有229万人名下有房产，主体自有率大约32%，比2018年的21%5年来增加11%。不过，专家认为，青壮年有厝人口增加，无等于是有买厝的能力。青壮族群拥房比例上升，不代表说青壮族群就越来越买得起房子。很多青壮族群买房子都是靠上一代或者是家族资金的澳元，部分的比例是来自于这个长辈呢赠与或者是离世之后继承的一个房屋物件。民团也观察到，2018年到2023年之间，以继承遗产栋数来讲，增加超过36%。透过买卖来处理厝大约1%左右，也就是讲少年人透过继承来处理厝的比例加数量逐年提升。很多年轻人他必须是要房子跟孩子2选1，整体的购物负担能力的部分，其实这5年来也是不断的在恶化。那即便是买房的年轻人，我们也可以从数据中看到，就是说面积是越来越小，而价格也是越来越贵。廖定辉进一步分析，以我5年的房贷负担率来讲，大约提升6%左右。一般家庭负担房贷比例为3%变做4%。另外，房价所得比也都是唔涨唔跌，几年买的基础是为2018年的8.82年到2023年的9.86年，加大约1年。记者综合报道。